续来看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总调鲍坤基，带立委访问中国才打转来，随开记者会强调讲，两岸已经扬兵了，想袂到才过无到一天，中国福建的海警就伫咧金门的海域来巡查，搁来展出着影片，挑工用闽南语来呛咱的海巡。民进党是炮轰中国耍两面的手法，嘛敲说国民党两岸已经扬兵的讲法。鲍坤基是来回呛着民进党，卖用意识形态来换国家。PP10083，PP10083，你准的行动已经严重威胁我的航行安全。中国海警真无客气，金门海域巡查，调工用闽南语，甲咱海巡的船只警告。影片佮团结的微博态度真苍手，是讲。立法院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昨才伫立法院大动作开记者会，查回两岸春暖花开的好消息。这回中国海警就随来呛声，民进党骂讲，这根本就是甲国民党洗面。中国一直采取这种两手策略的方式，一手呢看起来是和，另一手呢却是不断的战，所以那个和战之间呢都是他在操弄的。民进党只有靠意识形态在执政。无限的对抗，只有台湾不断的损耗、流失这些机会，受到网军侧翼不断的叫骂，我们依然回应基层的民意。这是国防议题，所以我这个地方我就不加以说明。两岸的关系还是谁当家谁做主。当然，做火器的南亚立委嘛有淡薄眼叫。国防部公布，一直到今仔日早起6点为止，总共侦测到7架中共的军机和7架军舰，继续伫台海的附近活动。那这座访中团，其中立委王仁因为进前参加国防委员会占南国做机密的会议，洪质疑讲有漏下秘密的记录。我具有原住民的身份，是有点欺负原住民的感觉。我们各政党应该尊重在地，我们是在地的原住民，台湾的主人。我们有什么泄密可言？这完全是两码子事哦。我想黄仁委员不要转移焦点，跟王沪宁的闭门会议，你们谈了什么？提原住民的身份出来讲，说无正面回应漏下秘密的证据。中国对台湾是拿口话、拿文攻武吓，敢是两面手法，台湾民众拢看在眼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